在当今音乐世界，流行歌曲的成功不仅仅依靠歌词和演唱，还离不开编曲和制作的精妙工艺。你是否曾好奇，为什么某些歌曲能够一夜爆红，成为耳熟能详的旋律？这背后的秘密就藏在那些无形的编曲和制作细节中。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深入探讨流行歌曲的编曲和制作过程，揭示那些让音乐如此迷人的幕后故事。编曲从构想到成品。编曲是音乐创作中的重要环节，它决定了歌曲的整体音效和风格。编曲师需要将歌曲的基本旋律和和声通过各种乐器和声音效果加以丰富，使其听起来更加立体和动感。让我们以流行音乐中的一首经典歌曲为例，拆解编曲的过程。一确定风格和基调，在编曲的初期，编曲师会根据歌曲的主题和情感选择合适的风格和基调。例如，一首爱情歌曲可能会选择柔和的吉他和弦与流行节拍，以营造浪漫氛围。编曲师需要考虑如何用不同的乐器和声音效果传达歌曲的情感。二、构建和声和节奏。接下来，编曲师会创建和声部分，通常包括主和声、伴奏和过渡段。同时，节奏的设计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流行音乐中，节奏的动感往往决定了歌曲的舞动感和吸引力。例如，电子流行歌曲可能会使用合成器和打击乐器来营造律动感。三、编排乐器和声音。编曲师会安排不同乐器的使用，例如吉他、钢琴、贝斯、鼓组等，确保每个乐器在歌曲中发挥独特作用。此外，现代流行歌曲还常常融入合成器、采样和电子音效，给歌曲增添现代感和独特的声音纹理。四、加入细节和装饰。在编曲的最后阶段，编曲师会加入细节，如音效处理、和声合成、背景人声等，以使歌曲更加丰富和立体。这些细节虽然在整体上可能并不显眼，但却是让歌曲更具吸引力的关键所在。制作、打磨和优化的艺术。制作是音乐创作的另一重要环节，它涉及到对编曲完成后的歌曲进行细致的打磨和优化。制作人需要确保歌曲的每个部分都完美无瑕，同时保持歌曲的整体一致性和吸引力。制作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一、录音和采样。在制作过程中，首先需要进行录音。制作人会与歌手、乐手合作，将每一段演奏和演唱录制下来。录音过程中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制作人会选择合适的录音设备和环境，以获得最清晰和真实的音质。二、混音。混音是制作过程中的核心环节，它涉及将录制的各个音轨进行平衡和调整。制作人会通过调整音量、均衡器、混响等效果，确保每个乐器和人声在最终音轨中都能恰到好处的呈现。例如，制作人可能会将主唱的声音稍微提高，以确保它在混音中更加突出。三、母带制作。混音完成后，歌曲进入母带制作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优化音质，使歌曲在不同播放设备上都能保持一致的音效。母带制作师会调整音量、频率范围，并进行最终的音效处理，以确保歌曲在各种平台上都能表现出色。四、创意与实验。在制作过程中，创意和实验也起着重要作用。制作人常常会尝试不同的音效处理和混合技术，甚至在歌曲中加入意想不到的元素，以创造出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效果。例如，一些流行歌曲可能会融入不常见的乐器或电子音效，以增加其新颖性和吸引力。案例分析：拆解一首流行歌曲。为了更具体地了解编曲和制作的过程，我们可以以某一流行歌曲为例，进行详细的分析。以艾德·希兰的《Shape of You》为例，这首歌曲成功地融合了各种编曲和制作技巧，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门单曲。
编曲方面，歌曲的编曲非常简洁，主要使用了木琴和合成器来打造节奏感和旋律。编曲师通过细致的和声设计和节奏编排，使得歌曲听起来既现代又充满活力。制作方面，制作人在《Shape of You》的制作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电子音效和声音处理技术。通过精准的混音和母带制作，确保了歌曲在各种播放平台上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尤其是在音效的层次和细节处理上，制作人展现了极高的技巧。总结：流行歌曲的编曲和制作过程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艺术创作过程。从最初的编曲构思到最终的制作打磨，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编曲师和制作人在这过程中发挥出关键作用，通过各种音乐元素和技术手段，将一个简单的旋律打造成一首吸引人心的流行歌曲。了解这些幕后故事，不仅让我们对流行音乐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们更加欣赏每一首歌曲背后的精湛工艺。